今日係2026年3月9日，咁版主喺尋日嘅影片嗰度都已經提及過，網紅劉馬車單人匹馬殺入青田村，單挑何太，令到何太敗走，當刻咧都唔敢喺度做直播，就直至到尋晚阿何太先至夜一夜做直播呢，睇個時間明明咧就係怕咗佢，但係又話自己從來都唔怕佢，咁就繼續活喺自己嘅世界嗰度。咁而去到今日即係3月9號嘅時候，劉馬車再次向何太挑機，就話咧邀請阿何太拍戲，就話更加表示咧何太夠膽拍嘅話咧3級片都幫佢開。咁到底劉馬車講咗啲乜嘢呢？佢點樣挑何太機呢？第二，何太就成日都指控我哋一眾黑粉呢，就成日都係借佢個名喺度做宣傳，攞佢個名嚟到做話題賺流量。實際上我哋全部人都唔夠佢歡迎，咁到底實際上又係唔係真係咁呢？到底佢嘅觀看數字同大家嘅觀看數字對比起嚟，情況會係點樣呢？而何太為咗證明自己嘅直播多人睇，自己仲值過錢，今日呢就竟然揾人自己課金俾自己，仲要一課就課咗幾千蚊，咁到底又係發生咩情況呢？做乜無啦啦會有人課金俾何太呢？佢同何太係咪識嘅呢？又或者何太係咪可以喺佢身上攞到啲咩好處呢？版主搜集咗啲資料之後，今日又再同大家講解一下。喺睇條片之前呢，咁就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都做足呢幾樣嘢，唔該晒大家。咁首先呢，由於何太嘅事蹟可以追溯到去2024年，咁如果大家係對佢以前嘅影片，又或者對版主以前對佢嘅評論係有興趣嘅話，咁就可以睇翻版主嘅呢個播放清單，裏邊呢起碼最少有50-60條片係關於可伯同何太嘅過去嘅。影片嘅下方嗰度呢啲連結就擺晒喺度噶啦，有興趣嘅大家就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咁首先，版主就喺上一條影片嗰度就已經講解過，網紅劉馬車較早之前就一個人走咗入屯門青田村嗰度，單對單向何太挑機，最後呢，佢就應該喺青田村清順樓，即係何太住嘅嗰棟樓樓下，就見到何太又耷低頭撳電話，疑似係準備開直播，於是劉馬車就走上前鬧佢，最後就搞到何太敗走，即時咧就要撳翻密碼翻自己屋企嗰度。咁當晚何太嘅直播咧，仲不斷喺度死撐，就話自己咧其實從來都唔怕佢，不過咧其實嗰陣時咧就冇諗住做直播嘅，即係耷低頭玩電話嘅啫。咁但係講大話都講真啲啊！你喺自己嘅直播都已經講到明，喺條街度行嚟行去，或者揾地方坐定定，其實都純粹係為咗直播，因為你擔心喺自己嘅公屋嗰度做直播會俾房屋署話你用公屋嘅單位牟利，所以咧佢先至會走落街做直播嘅啫。咁但係當下你落得街攞住個電話喺度撳，轉個頭咧又話自己唔係做直播嘅話，咁即係點啊？真係純粹落街撳電話，講出嚟都冇人信啦。咁不過唔緊要，大家咧都知道咧何太講嘢冇句真噶啦。咁所以其實版主都冇諗住深究何太平時喺度講啲乜，反正咧佢啲直播咧真係越嚟越無聊，一時咧又喺度讀嗰啲所謂嘅心靈雞湯文啊，跟住又話俾啲正能量人哋啊，一時咧又喺度讀新聞，但係佢啲鄉音實在太重，版主咧開0.75倍咧都聽唔到何太喺度讀咩新聞。而同時間，劉馬車就再一次喺佢個 YouTube channel 嗰度出咗一條直播嘅影片，咁啊大概得17-8分鐘長嘅啫，貴精就不貴多，佢就已經講到明呢，憎恨何太嘅原因就係因為唔中意何太喺度呃人錢，就話佢一邊喺度呃可伯錢，一邊呢就喺個直播鏡頭嗰度對住其他男人喺度嬉皮笑面、拋眉弄眼。咁啊難聽啲講句呢，何太根本就係一個不守婦道嘅人，根本就冇資格喺香港生存。咁啊，再加上咧，劉馬車就表示自己其實喺一個唔係咁幸福嘅家庭裏邊長大，父母經常嘈交，自己仲會成為父母嘈交嘅出氣袋添，所以咧佢特別憎恨嗰啲欺騙另一半、玩弄感情嘅人。而由於何太嘅所作所為，大家都好清楚，佢同可伯一齊呢，純粹都係為咗呃可伯嘅錢。以前就講到佢同可伯點樣真心相愛，到佢同可伯有官司纏身啦，佢就已經講到明，以為可伯呢有幾億身家，我先埋佢身嘅啫，得幾百萬我一早就唔埋啦。咁其實何太都已經自己講到明，同可伯一齊就已經唔係真係中意可伯，純粹係為咗錢嘅啫，所以佢就成為咗劉馬車心目中最憎嘅嗰種人。咁不過劉馬車咧，亦都向佢拋出橄欖枝，就話咧，與其你咁樣喺度做直播呃人錢，倒不如咧你跟我搵食啦。劉馬車就大膽講，就話打算咧同佢背後嘅金主
開拍新嘅一套蜜桃成熟時，劉馬車自己做男主角，然後再邀請何太做女主角咁話。言下之意呢，係咪即係劉馬車諗住揾阿何太去做三級片呢？咁話晒啊，當年嗰套蜜桃成熟時都係三級片啦，版主都估唔到劉馬車原來都幾重口味下。咁不過講開又講，何太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成日都有啲所謂嘅忠粉寶寶留言，又話自己好中意佢啊，好想同何太一齊生活啊，甚至仲有啲開到口又話邀請佢加拿大同佢一齊生活啊，邀請佢美國同佢一齊生活啊。何太就話咧，呢啲係一定自己係真嘅忠粉寶寶嚟嘅。咁唔知呢啲忠粉寶寶聽到何太拍三級片嘅話，會唔會去入戲院支持佢呢？定還是講笑歸講笑，現實歸現實，聽到呢個人要拍三級片嘅話會走夾唔唞呢？咁啊真係得佢哋自己先知啦。而我哋講翻何太啦，何太就喺今日即係3月9號嘅時候呢，就做咗2場嘅直播。咁佢嘅直播呢，內容同2024年嘅時候一樣噶啦，千篇一律。其實呢，基本上都冇乜內容。不過佢而家就學識讀新聞，就去壓下啲時間。咁啊，只不過佢咁嘅鄉音讀新聞呢，版主又真係完全聽唔到佢讀乜。雖然呢都知道讀邊單新聞嘅，又或者版主本身冇睇過嗰篇新聞嘅話呢，其實就真係唔知何太喺度講緊乜嘅。讀完新聞咯，跟住呢又去讀下嗰啲所謂叫心靈雞湯文章，即係純粹嗰啲呢，懶係好似好有正能量，但係實際上又九唔搭八、歪理連篇嗰啲。最有趣嘅一個例子呢，就係佢今日嘅直播嗰度讀一篇所謂嘅心靈雞湯文章，內容就叫人哋唔好躺平，要嘗試挑戰自己。但喺嗰篇文章裏邊呢，原來我哋正常人返工賺錢，喺佢呢篇文章裏邊呢，都係屬於躺平嘅一種。反正真係從來都冇聽過啦。咁如果返工賺錢都叫躺平嘅話，咁唔返工唔賺錢，好似佢咁樣，日日喺條街度遊遊蕩蕩，諗住靠 YouTube 可以揾到食嘅人，咁呢叫乜嘢啊？咁咪叫翻乞食咯，唔使諗咁多添啦。學佢話齋，躺平佢都冇資格添啊。而佢今日嘅直播更加有趣嘅呢，佢就不斷喺度話我哋呢啲咁嘅黑網台呢，就借佢個名賺錢，又話我哋嘅名氣唔及佢，所以先要不斷講佢，又話自己先至係好受歡迎，好多人睇，我哋就要靠講佢先至有人睇，不過都唔夠佢犀利。咁但係事實係唔係咁啊？咁啊當然唔係啦。就用翻同佢啱啱對冚完嘅劉馬車做例子，劉馬車表示願意揾阿何太同佢拍蜜桃成熟時嘅嗰條17分鐘直播影片呢，都已經有13900幾次，即係接近14000人觀看咗。咁14000次觀看次數，即係咩概念呢？如果用何太嘅 channel 嚟到做比喻嘅話呢，就即係何太3條直播影片嘅總和加起嚟呢，先至勉強過到劉馬車。咁所以咯，仲好意思話劉馬車趁你熱度，你先至係受歡迎嗰個，大家都要講你咯。咁即係如果我哋講完你之後，我哋仲受歡迎過你本人嘅話，咁你本人係咪都要檢討一下呢？而唔知係咪知道自己禍從口出呢？何太講完呢一個理論之後，隔咗冇幾耐，佢嘅直播呢就不斷開始有人喺度課金啦。咁話說佢今日下晝3點同埋今日晚上9點嘅嗰2場直播呢，就有一個叫多多嘅網民呢，就不斷喺度課金俾佢。第一次呢，就已經課咗一個788，而第二次呢，就甚至課咗1588蚊，之後呢，都係幾百蚊咁樣課嘅。咁何太2場直播呢，差唔多呢，靠呢個人課金都賺咗3000幾4000蚊港紙噶啦。咁啊坦白講啦，而家咁樣版主講出嚟，大家都會唔信。點解無啦啦會有人真金白銀仲要課咁多俾何太呢？其實就好明顯嘅，何太要證明自己好受歡迎，好多人支持佢，好多人課金俾佢，於是呢，做馬都要做到有人課金俾佢咁滯。而如果大家係真係有睇住何太嘅直播嘅話呢，其實就會留意到一樣嘢。呢個所謂多多課金俾佢嗰陣時呢，何太都係疑似耷低頭撳緊電話嘅時候先至會課金嘅。咁會唔會其實係何太自己課金俾自己？目的就係營造咗一個假象，就係其實我有好多人支持㗎，有人課金俾我㗎，仲要唔係課10蚊20蚊，一課呢就係課幾百蚊，課成1000蚊添。咁但係呢個多多2次直播 total 課咗4次，4次都係咁啱得咁巧。何太一係就耷低頭喺度撳緊電話扮讀新聞，一係呢就同大家講，我都係覆個信息先。全部呢都係呢啲時候呢，多多就會課金嘅。咁到底其實何太係咪揸住2個電話，一個電話做直播，跟住另一個電話就自己課金俾自己呢？咁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當然啦，以上就純屬版主個人推測，可能真係有人真心想課金俾何太嘅。咁不過連續性咁樣課788啊1588嘅話，嗰位仁兄又可以課到幾多次呢？可以堅持到幾多日呢？咁我哋又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好啦，版主嘅評論今日又嚟到呢一度，咁唔知大家有冇興趣睇下劉馬車同何太合拍呢個叫做蜜桃成熟時呢？
而大家又點樣睇何太有人課金，仲要一課係788，跟住一課係1588呢？大家真係覺得有錢人課金俾佢啊，定還是純粹係佢自己課金俾自己呢？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